你有冇覺得自己好似再見 UFO 入面嘅幾位主角？尤其係蔡卓妍飾演嘅可兒，表面睇好似生活安穩，大學畢業考到專業資格，準備結婚，組織家庭，按部就班，完全符合長輩期望。但係其實佢慢慢咁失去自我，人長大之後不斷被現實磨蝕，發覺開始唔見咗原來嘅自己。再見 UFO 係一套好有香港情懷嘅港產片，由梁柏堅執導，徐天佑、黃又南、蔡卓妍主演。故事圍繞三個喺華富村長大嘅細路，因為細個時一齊目擊到 UFO 而建立咗一段好深嘅連結。電影橫跨1980至千禧年代，將香港回歸、金融風暴、SARS 等時代變遷寫入三位主角嘅人生入面。表面上呢套戲係講 UFO 童年奇幻、香港集體回憶，但其實更深層係講人長大之後點樣被現實磨蝕，又點樣重新揾翻自己。最近有本暢銷書叫《Good Vibes Good Life》，作者叫 Vex King。如果將呢本書放翻入香港嘅語境，其實同再見 UFO 好夾。Good Vibes Good Life 最核心嘅主題係自愛 self-love， 但自愛唔係日日對住鏡講我好叻，我值得最好。真正嘅自愛係你願意誠實面對自己，我真正想要咩？我想過咩生活？我係咪為咗迎合呢個世界，慢慢違背咗原本嘅自己？再見 UFO 入面嘅三個主角，細個時一齊見過 UFO。呢個 UFO 其實唔止係外星飛碟，更似係佢哋細個時對世界嘅想象力、希望同純真。但當佢哋長大，現實開始壓埋嚟，左一巴右一巴咁打擊佢哋。徐天佑飾演嘅健仔失去親人，發現自己曾經相信嘅美滿家庭原來有裂縫。又南飾演嘅謙仔，細細個就要面對頑疾，人生喺希望同失望之間掙扎。可兒表面生活安穩，但其實連自己深深處想要咩都已經唔記得咗。呢三個角色其實都好似好多香港人，是他也是你和我。細個有夢想，有幻想，有希望，有一種我將來一定可以點點點嘅期盼。但大個之後要返工，要照顧屋企，要揾錢，要諗下點上車。你唔可以病，膊頭上孭咗好多責任，社會變化你又控制唔到，漸漸你開始麻木。你唔係冇夢想，只係唔敢提。Good Vibes Good Life 提醒我哋，自愛其中一個重要部分就係唔好因為現實好難就判自己童年嘅夢想死刑。你可以成熟，但唔一定要麻木；你可以接受現實，但唔一定要放棄內心嘅光；你可以變成大人，但唔需要親手殺死自己嘅內在小孩。再見 UFO 嘅感動，就係三個大人重新因為 UFO 而連結翻彼此，亦重新連結翻當年嗰個仍然相信奇蹟同希望嘅自己。有電影評論指出，戲入面最終透過主角們成年後嘅重聚，探討內在小孩與成長，讓角色喺絕望中重新找回初心。呢個就係 Good Vibes Good Life 入面提到嘅自愛 self-love 嘅香港版解讀。唔需要變得成功先愛自己，而係即使生活好難，你都願意返去抱一抱當年嗰個受傷、失望但仲未完全放棄嘅自己。Good Vibes Good Life 講 Good Vibes 好容易俾人誤會成凡事要諗正面啲，但如果只係叫人正能量啲，對香港人嚟講可能會即刻反白眼，覺得難聽過粗口。因為香港人面對嘅壓力好實際，樓價、工作、病痛、家庭、社會變遷、經濟波動。你同一個每日返工做到得返半條人命嘅人講 Good Vibes Only， 佢可能只會答你 Good Vibes 可唔可以幫我供樓？但再見 UFO 就示範咗真正嘅 Good Vibes， 唔係否認現實，而係喺現實最殘酷嘅時候，你仍然可以擁抱佢，仍然唔放棄希望。電影入面三位主角經歷嘅唔係童話式人生，故事牽涉金融風暴、病痛、失落、錯過同幻滅，但 UFO 呢個意象一直存在，代表住一種超越現實嘅想象力。UFO 未必真係會帶佢哋離開困境，但 UFO 令佢哋記得世界唔止眼前咁細，人生唔止現實規則咁窄。即使你被困住，你都仲可以仰望天空。呢個就係 Good Vibes Good Life 入面想講嘅 vibration 或者 energy。你嘅內在狀態會影響你點樣睇自己、睇世界、睇未來。
當一個人完全相信我冇可能改變，佢嘅選擇就會越嚟越窄。但當一個人心入面仲有一點點相信希望，即使只係一點點，佢都會有行動去改變嘅可能。所以再見 UFO 入面嘅 UFO 可以理解成一種 good vibes，呢個唔係廉價正能量，唔係叫你扮開心做正能量，而係一種我仲未完全認輸嘅生命力。就好似天佑喺戲入面講，只要一日未死，香港人都可以從頭嚟過一樣。Good Vibes Good Life 入面其中一個主題係遠離 toxic energy，但 toxic energy 唔一定係一個或者一班人，有時最 toxic 嘅反而係一套社會默認嘅劇本。例如你應該要穩定，你應該要買樓，你應該要結婚，你應該要生仔，你應該要升職，你應該唔好再發夢，你應該接受大人就係咁。再見 UFO 最動人嘅地方就係三個角色都被大人世界推住行，佢哋唔係突然變壞，唔係突然冇感情，而係喺時間同現實入面一步一步遠離自己。可兒係一個好有代表性嘅角色，佢表面上穩穩陣陣，但其實係一步一步咁喺看似平穩嘅生活中失去自我。呢個好香港，好多香港人都係日日返工、放工、食飯、瞓覺。再返工，不斷重複，不斷循環，生活冇大災難，但內心一日一日被抽乾。外人睇你都幾好喎，但你自己知道好似有啲嘢唔見咗喎。Good Vibes Good Life 呢本書會提醒你，有時你要遠離嘅 toxic energy 唔係某一個人，而係一種令你長期否定自己嘅生活模式。你唔一定要即刻辭職。離開推翻一切，但你至少要開始問自己：我而家嘅生活係滋養緊我，定消耗緊我？我係為緊自己而活，定只係照住屋企期望同社會劇本交功課？而家嘅生活究竟係咪我想過嘅生活？Good vibes, good life，亦講 manifestation，中文通常譯做顯化或者吸引力法則。呢個概念如果講得太遠，就會變成你相信就會發生，但現實當然冇咁簡單。尤其香港人聽到呢啲冇得計數、計唔到實際回報率嘅，佢哋就情願相信性交可以轉運呢啲無稽嘅嘢。但用再見 UFO 去理解 manifestation 就會貼地好多。三位主角細個一齊見過 UFO 呢個經驗，成為佢哋生命入面一個信念核心。佢哋曾經相信世界有奇蹟。大個咗之後，當佢哋再次因為 UFO 而重聚。重點唔係 UFO 幫佢哋解決問題，而係 UFO 喚醒咗佢哋重新行動、重新連結、重新相信嘅能力。所以 manifestation 唔係坐喺度等飛碟接你走，而係你心入面有一個畫面，畫一個信念，令你願意踏出下一步。例如健仔要面對家庭真相同失去，謙仔要面對病痛同對未來嘅恐懼。可兒要面對自己喺安穩生活入面嘅迷失，佢哋嘅顯化唔係變出一個完美人生，而係重新選擇。我仲想唔想相信？我仲想唔想同人連結？我仲想唔想活得似自己？呢個比吸引宇宙訂單實際好多。Good vibes, good life 真正有用嘅地方就係提醒我哋，當我哋內心嘅信念轉變，你嘅行動就會轉變。當你嘅行動轉變，你嘅人生方向就跟住轉變。再見 UFO 唔係單純懷舊，佢唔係只係叫觀眾懷緬以前嘅華富村、舊香港、童年玩具、街坊情，更重要嘅係佢問緊作為觀眾嘅你，當你經歷過失去、幻滅、錯過，你仲可唔可以重新同過去和解？呢個同書入面嘅療愈 healing 好接近。療愈唔係話算啦冇事啦，療愈係你終於可以承認係我受過傷，我失望過。有啲人有啲事已經翻唔到轉頭，但我唔想餘生都由呢啲傷口嚟定義我。電影入面 UFO 其實好似一個集體記憶嘅容器，佢裝住三個人嘅童年、友誼、幻想、希望。當佢哋重新面對 UFO，其實就係重新面對自己生命入面最柔軟、最受傷，但亦最真實嗰部分。就好似 Good Vibes, Good Life 講自愛一樣，你唔係要變成另一個人。你係要揾翻被現實壓低咗嘅自己。如果話 Good Vibes, Good Life 係一本教人重新愛自己嘅書，咁再見 UFO 就係香港版嘅最佳例子。
3個喺華富村長大嘅細路，因為一次目睹 UFO 經歷而相信世界有奇蹟。呢套戲最動人嘅地方係當人長大後，仲可唔可以相信自己生命入面曾經有光？同樣地 ，Good Vibes Good Life 講自愛 self love， 唔係叫你扮開心，而係叫你唔好再放棄自己。再見 UFO 入面嘅3位主角，正正就係喺最灰心、最迷失嘅時候，重新被童年嗰個 UFO 拉返埋一齊。只要你仲肯抬頭望一望天空，你就未算完全輸俾現實。UFO 唔只係飛碟，而係希望。Good Vibes 唔只係正能量，而係即使長大後傷痕累累，你仍然願意相信自己值得重新開始。我叫阿銀，大家如果想聽啲咩香港故事，歡迎投稿，或者可以喺留言話我聽。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我會同你分享喺大家身邊嘅大城小故事。下集見。